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0篇，创世纪43章第1节到34节，使徒行传15章第1节到2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救恩。牧师喜欢一再的提醒兄弟姐妹，得救恩是有条件的，但绝对不是行割礼。这个条件是根据圣经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17节的经文所说的，凡是相信的人就不至于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得救唯一条件，就是要相信。那换句话说，或者我们应该讲说接受的人根据这个基础，我们在论救恩就非常容易通了。昨天牧师在南洋教会分享的时候，也提到了外邦人的信。泰尔西顿的人因为相信而得到救恩。这几天我们也都一直在谈论约瑟的故事。我们知道约瑟的出现是上帝拯救的计划，而在这个故事的拯救并不是从雅各家或是亚伯拉罕家开始的，反倒是从埃及，他成了上帝计划当中拯救的仆人。创世纪43章第1节到34节，我们继续的看到约瑟的哥哥们依照约定带了弟弟便雅悯来到埃及，而埃及的官员一起吃饭。对埃及人来说，这些希伯来人就是外邦人，跟他们一起吃饭其实是没有尊严的，就如同希伯来人看埃及人也是一样的。在经文这样子记载到迦南地区的饥荒越来越严重，雅各一家人吃完了从埃及买回来的粮食，雅各就对儿子们说，你们再去买些粮食回来。犹大就对父亲说，那个人严厉的警告我们，除非我们带小弟弟一起去，就不准再去见他。你若肯让小弟弟跟我们一道去，我们就去替你买粮食，因为那人说过，除非我们带小弟弟一起去，就不准再去见他。雅各说，你们为什么这样为难我呢？何必告诉那人你们还有一个弟弟呢？他们回答，那人不断的查问我们和家里的事。你们父亲还健在吗？还有其他的兄弟没有？我们不得不回答，我们怎么知道他要带我们小弟弟去呢？犹大对父亲说，把孩子交给我，我们立刻出发，这样我们一家老少就不至于饿死。我亲自作保，愿负全部责任。我若不把他平平安安的带回来交还给你，我就愿意终身担受罪责。要不是耽搁，我们已经来回2次了。他们的父亲说，既然该这么做，你们就带一些松子、蜂蜜、香料、没药、栎子、杏仁等本地的特产当礼物去送给首相。你们也要带双倍的钱去，因为你们该把上次在袋子里面发现的钱归还，那可能是弄错了的。你们把弟弟带走，立刻去见那人，愿全能的上帝使他怜悯你们，是让便雅悯和另外一个兄弟回来。至于我，如果命该丧子，就丧子吧。于是他们带了礼物、双倍的钱，和便雅悯就出发往埃及去了。他们到了埃及去见约瑟，约瑟看见便雅悯跟他们同来，就对管家说，把这些人带到我家去，中午要跟他们一起吃饭。他们宰了一头牲畜，准备宴席。管家遵守了命令，把他们带到约瑟的家里。
他们就因为被领到约瑟家里就很害怕，心里想一定是为了上次我们袋子里面发现的那些钱，我们才被带到这里来。他们也许突然袭击我们，抢走我们的驴，强迫我们做他的奴隶。因此他们一到门口就对管家说，先生请听，上次为了买粮食我们到这里来过，我们回家在路上过夜时打开了袋子，个人都发现自己的银如数的在袋子里面，现在我们把这些钱都带回来了，要归还给你我们另外带钱要来买粮，我们不晓得上次是谁把钱放在我们的袋子里。管家说，不要焦急，不要害怕，一定是你们的上帝啦，你们附近的上帝把那些钱放回你们的袋子里，你们的钱我早已收下了。接着他把西缅带出来给他们，管家领他们到屋子里面去，给他们水洗脚，又喂他们的驴。他们把礼物准备好，等中午约瑟回来的时候送给他，因为他们得到通知，他们要跟约瑟一起吃饭。约瑟回到家里，他们就把礼物带出来呈现给他，向他跪拜。约瑟问他们好，接着又问，你们向我提起过你们年老的父亲，他老人家可好，还健在吗？他们回答，你的仆人，我们的父亲还健在。于是又向他跪拜。约瑟看见自己的弟弟便雅悯，就说，这就是你们告诉过我那最小的弟弟吗？孩子啊，愿上帝赐福给你。约瑟一见到自己的弟弟，心里非常的激动，几乎当众哭了起来。于是他离开他们，避进自己的房间，哭了一阵。他洗了脸再出来，抑制自己的感情，命令开饭。约瑟自己坐一席，他的兄弟们另外坐一席。参加宴席的埃及人另外有一席，因为埃及人认为跟希伯来人同桌吃饭是有失尊严的。兄弟们面对着约瑟坐席，座位都按照长幼次序安排，这样的安排使他们觉得非常的奇怪，彼此对望。菜是从约瑟那一桌分给他们的，便雅悯分到的是别人的5倍。他们跟约瑟一起吃喝，非常的快乐。保罗第一次的宣教就开拓了外邦的福音，建立位在外邦的教会，许多的外邦人因此受洗归主。当他带回这样的好消息的时候，却引发了激烈的讨论。真正的得救到底需不需要行割礼？因为外邦人都没有行割礼，犹太基督徒认为这样子是无法得到救恩的。这些论争引发了第一次的耶路撒冷大会，讨论这个议题。最终定论是真正的救恩是不需要透过割礼的形式，因为彼得也见证主的旨意，就是要将福音传到外邦。使徒行传15章第1节到24节，经文21节，经文比较长，请兄姐自己来研读这一段经文。努力的向外传福音是教会存在的目的，也是基督徒唯一的呼召，就是要将福音传到地极，领人受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。诗篇130篇，上主啊，我在绝望中求告你，主啊，求你垂听我的哀嚎，求你听我求助的声音。如果你记录我们的罪过，谁能够逃脱惩罚呢？然而你饶恕我们，因此我们应该敬畏你。我迫切等候上主的帮助，我信靠他的话，我仰望主，比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还要迫切。是的，比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还要迫切。以色列要信靠上主，因为他有不变的爱，他有丰盛的救恩，他要拯救他的子民以色列，脱离他们一切的罪恶。
恳求主时刻提醒我们，成为基督徒的呼召，不叫我们失去传福音的热心，差遣我们四处去服侍人，传扬主的救恩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